咁咧我諗呢個問題其實就喺社聯一直都傾咗好耐㗎啦。即係講真，由特首正式出嚟，即係答問大會講五大方向之前咧，其實即係都已經一直都係討論咗好耐，就係關於司長，即係黃良司長之前即係提出嘅專責報告一紮80幾項嘅建議咁樣。咁我諗或者一開始可能都想補充翻少少頭先講開，因為先 Billy 講好多啲校服務嗰個配套嗰度咧，咁我係想特別 highlight 即係提兩樣嘢啦，即係可能即係我諗嗰個配套唔止係講緊依家話一啲 CCPSA 啊，即係專係為一啲真係特別係講緊而家驗到出嚟嗰啲學生嘅點樣去服務，點樣去接佢哋咯，而係即係亦都要考慮就係有兩類人，第一類咧就係頭先都有提到有啲家長。即係我諗呢一個即係家長嘅支援，其實都即係實在亦都係好緊要啦。即係譬如話齋啦，即係可能同個仔1個鐘頭，同個阿媽可能10個鐘頭。咁另一批咧，其實就係因為我哋而家呢個講法咧，個驗毒計劃係自願㗎嘛。即係即使個學生咧，佢係一開始可能開學嘅時候同意，但係去到最後埋門一腳真係抽中咗佢啦，咁佢都可以 say no 㗎嘛。咁好啦，咁佢唔肯驗嘅時候，咁就當然即係大家都會覺得佢可能梗係有啲嘢嘅喎。咁頭先都提過啦，咁學校都已經講明就話，即係一定係都會我哋都會用啲其他嘅方法去特別去即係關心佢，睇點樣幫佢啦咁樣。咁呢個就好緊要啦，因為可能咧呢一批咧，其實個人數咧隨時可能多過即係驗咗出嚟嗰啲喎。咁實際咁即係點樣去跟進咧？係咪即係加翻落去現有學校俾老師跟進，定係學校社工去跟進咧？咁呢個其實亦都真係要認真去諗咯，同埋個跟進方法點樣去跟法咧？咁所以我諗呢個即係配套嗰度就唔係淨係單單講話即係驗到出嚟嗰一批咁樣咯。咁另外咧或者我都想講下其實政策話，即係其實我諗可能就特別講多少少，其實而家喺學校裏邊去驗毒咧，其實我哋睇到好多問題咧，其實都真係可能喺學校裏邊咧，即係究竟就係有冇一個政策去真係點去處理一啲即係濫藥或者懷疑濫藥學生嘅情況。咁大家都知道而家即係我諗應該校長可以講多少少啦，即係而家即係講好多校本嘅政策㗎嘛。咁但係我哋覺得咧，仍然其實始終都需要即係有一個即係即係統一或者中央即係嘅一個真係建議點樣去啲學校去處理啲濫藥學生。咁而我講緊嗰啲建議或者嗰啲政策咧，唔係講緊話一啲即係教材套喎。即係而家我哋有好多教材套㗎，即係亦都嚟緊都會陸續有好多唔同嘅教材套，裏邊可能都有講到話點樣去教啲老師啊，點樣去及早識別一啲嘅即係濫藥嘅學生咁樣。而我係講緊咧，其實我哋真係實實在在真係需要一個係俾學校即係一個嘅 guideline， 究竟佢真係點樣去處理？處理可能係講緊係好多唔同嘅情景嘅，即係除咗包括可能有人懷疑有學生濫藥。又或者有人懷疑可能個學生喺校外可能會有濫藥，又或者懷疑可能係講緊即係個學生係即係會藏有呢個毒品，又或者可能講緊一啲政策就係講緊處理講緊話就算我哋無論用一啲咩嘅模式話，我開一啲嘅類似 case conference 去制定咗一啲嘅 treatment plan 俾呢個學生，咁可能佢接受完 treatment之後。咁佢會唔會影響到佢即係再重返即係校園嗰個情況咧？咁即係呢啲一系列咧，其實我哋覺得咧都係其實需要真係即係有關當局其實係要認真去睇咯，就唔係淨係至於就係話講緊即係個點樣去識別嘅技巧啊，點樣去覺察嘅問題咯，而係裏邊即係講緊係即係一個係要學校要去執行，同埋係有一個即係約束力嘅一個嘅政策咯。咁我諗翻轉頭，我想講翻就係即係驗毒咧，其實即係頭先都講咗好多啲嘅問題啦，即係有講裏面啲私隱啊咁樣。咁我諗即係特別，我想即係提翻一樣嘢咧，即係如果講實證即係為本咧，其實外國都有好多嘅實證咧，其實都有即係顯示咧，即係研究究竟驗毒呢樣嘢咧，其實係咪真係有效嘅咧咁樣？即係有效嘅意思係講緊，即係無論係作為一個即係阻嚇嘅作用，或者作為一個真係去及早識別嘅一個嘅作用咧。咁我哋睇翻其實最新咧，其實08年咧澳洲咧就出咗一份好詳細嘅報告。
佢咧就真係去研究咧，真係成個驗毒嗰個做法。咁啊個結果咧，其實就都幾清晰，就係發現咧，其實無論喺阻嚇作用或者去即係話去及早識別咧，其實都唔係最有效嘅方法。反而即係佢提到一個講法，其實可能我哋社工都唔會陌生嘅一個講法，就係佢反而就覺得最有效嘅方法咧，其實翻去咧都係講翻，即係有冇一個關愛嘅一個嘅文化，同埋喺個學校裏邊係咪真係可以 create 到一個關愛嘅環境，以至裏邊啲人，即係包括老師或者可能社工咧，係咪真係可以透過真係同有需要幫助嘅學生建立個關係，而去真係入手去幫佢咯。咁所以我諗即係當去諗翻好多而家要驗毒啦，咁裏面牽涉好多好似好多啲私隱嘅考慮啊，啲程序點驗啊，啲結果點樣去要邊啲人知啊咁樣。咁我諗除咗即係從一個人權嘅角度去睇之外咧，其實都係可能用我哋即係社工專業咧，我哋可能反而會問就係點樣最能夠幫到佢咧？即係你知道咗你點樣能夠幫到佢咧？當個學生原來佢話知道你驗咗出嚟個結果原來係第一時間即係老師啊、校長啊全部都知道嘅，而可能呢啲正就係佢最大嘅擔心。咁即係我睇唔到會係點樣透過呢個即係驗毒係會幫到佢。咁倒翻轉我哋所以即係成日而家都會提一個講法就係話如果真係要去驗毒嘅話咧，會唔會即係出嚟嘅結果其實一開始其實係最主要，當然個學生自己會知啦，咁個家長都可能會知道啦。咁當然個社工亦都其實個角色好重要咯。會唔會其實係可以即係由社工去先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入手即係介入，透過即係同呢個學生建立一個關係，跟住喺個建立個關係同埋成個即係輔導嘅過程裏邊，逐步去鼓勵或者去引入即係其他一啲嘅系統，包括學校嘅介入去幫呢個學生咧，即係成個思維即係嘅情況就唔係話一開始就要俾晒所有人知，而係最終可能學校都會知嘅，但係問題就係個目的知嘅目的係為乜咧？其實最終都係為咗真係幫呢個學生咯。所以呢個就我哋都一直都有提呢個咁樣嘅諗法。咁當然啦，即係學校可能嘅理解又有啲唔同啦嚇，即係學校校長嘅角度可能就覺得即係佢應該第一手即係有責任要知道佢自己嘅學生嘅情況啦咁。我諗最後啦，咁其實我諗最後我想講就係話頭先阿柱講話我哋今日好似就由大埔開始啦咁我諗就絕對即係講處理青年濫藥嘅問題就一定唔係喺大埔結束咯。即係都唔係喺驗毒呢個計劃裏邊結束咯。即係就算我哋個驗毒嘅計劃係點樣好完美終於揾到晒所有嘅方法去處理一個好 perfect 解決晒所有人權所有嘅配套服務嘅問題咧，其實都唔代表解決成個濫藥問題咯。我想翻轉頭講就係其實政府都係即係擺咗好多 effort。其實睇翻司長之前佢嗰個報告咧，其實佢對成個即係青年人濫藥嘅情況嘅分析嘅。其實都幾全面，裏面80幾項建議，其實我哋覺得咧好多都係好好咯。問題就點樣落實咯？咁即係而家特首即係佢企出嚟話佢會去即係親自去領導，咁其實我覺得係高興咯。但係我諗唔希望淨係見到就係話嚟緊暑期，即係18區去搞跳舞武術即係唔係淨係嗰啲咯，而係真係可以點樣落實去即係將嗰80幾項建議咧，真係去訂立一啲即係時間表咯，同埋一啲真係具體嘅執行嘅策略，同埋一個你預計究竟你個成效想做到啲乜嘢嘢咧？咁當然啦，咁我哋亦都一直都講緊就其實喺個成個過程裏邊咧，其實我哋都覺得應該要 involve 即係唔同界別、唔同嘅人嘅參與咯。所以我哋都覺得其實即係禁毒高峰會之類嘅一啲嘅平台咧，其實好值得真係其實去考慮咯。因為你唯有係要真係即係透過個高峰會先可以即係動員到即係真正即係整個社會即係上下唔同界別一齊去處理呢個問題咯。